咁鬼多，點解先唔會中伏呢？溫泉街要去食奇溫養生功效派草津溫泉、二人世界嘅黑磚或者由步院溫泉，想好一次有馬溫泉。你有冇發現啲人乜人好鬼搏命做嘢，但係佢又長壽健康喎？點解呢？我問過佢哋話適當咁要同人生撳個暫停掣，呢個暫停掣就係溫泉溫泉。所以我喺日本做嘢嗰陣，一有長假就同全家一齊去浸溫泉叉電，一年四季都咁正。但係日本嘅溫泉咁鬼多，點解先唔會中伏呢？嗱，呢條片你又要 mark 低啦。想打卡出片靚壓拉拉，就要去銀山溫泉，冬天木屋仔入回遊得就好似拍戲咁靚。如果你係第一次去唔想煩，就去箱根，離東京最近，即日來回都得。而且嗰度咩湯都有得你揀，想蒲啲玩秘境，咁你就一定要去秋田嘅乳頭溫泉鄉，茅屋金銀大白色嘅戶外雪見野湯，呢啲先叫氛圍感。想體驗真正嘅溫泉街，咁你就要去成崎溫泉啦。將自件浴衣踢住對木屐，一條街浸晒7個唔同嘅外湯，咁樣先夠 free。然後如果身材有啲藝術嘅朋友仔，特別係超過巴掌大嘅紋身，或者想享受二人世界嘅朋友仔呢，就特別推薦去黑磚或者由步院溫泉啦。嗰度勁多森林入邊嘅私家溫泉，唔怕俾人望住。如果你係養生功效派，咁就建議你去草津溫泉啦。日本第一泉個湯田真係勁壯觀，酸性超強，浸完就好似幫啲皮膚 update 咗咁。嗱，如果你想一次過試晒唔同嘅玩法，咁就建議你去別府啦。嗰度成個城市都係溫泉，仲有地獄巡遊，又沙精又泥漿，當主題樂園玩都得。最後，如果你budget鬆啲，想豪一次，就去有馬溫泉。嗰度號稱關西嘅後花園，又金湯又銀湯。想再豪啲，咁就去星野集團嘅界系列，包你唔會失望。好啦，揀好溫泉之後，點樣浸先唔會失禮呢？ Benny 喺度提幾個建議，幫下第一次去嘅朋友仔。第一，入場之前，溫泉嗰邊會俾你一件浴衣同埋一個毛巾。咁浴衣呢，一定係左邊搭右邊咁樣計起嚟，先係大吉大利嘅。然後另外嗰條方巾你就要注意啦，千祈唔好喺溫泉入邊又浸又擰，都係唔禮貌嘅。佢淨係俾你喺入邊放喺頭頂托住，千祈唔好喺水入邊。第二，一定要先沖涼，就係坐喺嗰啲矮嘅凳仔嗰度，從頭到腳都洗乾淨啦，然之後先入池。第三，唔好着泳衣。女性朋友仔如果長頭髮嘅話，就一定要紮起嚟。然後手機、浴袍同埋大毛巾都唔好攞去溫泉區。第四，事前飲多啲水先去浸，慢慢浸，浸一陣就要上嚟唞一下。飲過酒就一定唔可以去浸。最後祝大家揾到最啱自己嘅溫泉，浸得舒服又得體，俾人生叉把電。